好多朋友都話壓力好大，情緒好差，點都放唔低。其實氣機塞咗，終於幫你揾到減壓嘅開關。氣機一塞，各種唔舒服就嚟啦。塞喺頭部就會頭痛頭重，塞喺頸部就會頸背痛，塞喺胸口就會胸悶煩躁。氣機唔順，仲會導致失眠、發噩夢。越唔舒服就越煩躁、越焦慮，形成一個惡性循環。肝主疏泄，肝係人體嘅通氣閘，負責疏通氣機、調節情緒。按穴位疏通氣機超方便。我哋教大家一個手部嘅內關穴同埋腳部嘅太衝穴。氣機通咗，情緒自然舒緩。